讲到南投县因为无分化厂，就要甲这粪扫送到外县市去收。顶礼拜五呢，这南投市清洁队有一台转运车，因为这粪扫内面有伤过侪回收的物件，就去互标立县的分化厂规台车退倒转来，无采清洁人员的时间。南投市公所表示讲，对即马开始呢，就甲这粪扫底下拆开来检查，看民众敢有认真做回收无。为南投再送转运粪扫的大型连接车入去苗栗县分化厂，随展开落地检查，结果发现粪扫内底有20件资源回收物归车退运。这个月23的退运事件是由南投市清洁队载运出来，因为南投县无分化厂需要驶去外县市收，原车驶2点钟转去队部，当晚30人进行二次分类，发现有 iPad 电池、碳粉壳啊、阿鲁米管啊等20公斤的资源回收物。这次将近30位同仁在现场针对这一堆很可怕的垃圾重新的破袋，重新的一样一样的把里面的资源回收物把它挑起来，可能将近1个半小时到2个小时的车程，产生的这个成本效益几乎是2趟的成本。不得进场的废弃物的大项，包括不可燃、不适燃、巨大垃圾、危险爆炸物品，还有环境部公告应回收的资源回收物，发现有20件以上的违规物品，我们就会全车退运。苗栗县环保局是讲，分化厂收外县车粪扫，敢若含家户粪扫，若难未小粒、复合材质等危险爆裂物品，也是环境部公告应该回收的项目，就会退运。南投市公所决定，即马开始严格拍开底下检查，若是违规就不爱收。南投县政府是强调会协助南投市公所宣传，暂时无考虑亲像彰化严格拍开底下检查，会协助公所来做加强执行的部分。但是有一些比较小的乡镇，像鹿谷啦、国信，其实他们在场内就有做更好、更详细的2次分类。其实这样也可以确保这个外运的垃圾不会再有这个夹杂回收物的情况发生。不太清楚怎么分呐、像有些东西，像保丽龙是不是回收的还是垃圾，我们有时候也不太清楚。民众表示，对于资源回收的项目无熟，希望政府会当加宣传。南投市公所强调，转运的粪扫若是予人专车退运，后续环境部还佫会扣减4倍粪扫转运的补助款，所了的成本较歹估算。希望民众会当配合回收的分类工作。记者综合报道。